部車又係因為缺少保養，瀨嘢啦啊！呢部咧係一個本田 Ceragon 啊，博威部車嘅問題特別刁鑽啊！大家過嚟睇下佢到底有咩問題？啲凸輪軸啊已經磨蝕晒嘅，佢原廠嘅油道設計咧就好細噶啦，缺少保養，產生油泥過多咧，好容易塞批住呢個油窿啊，然後就造成咁樣出大問題啦。咁佢咧就因為長期換油嘅周期會咁長啦，導致有好多產生油泥塞住咗個油窿，然後供唔到油上個盤頭。咁我哋拆開咧都係使咗好細心嘅時間去做檢查啦，先發覺佢因為呢個小問題去影響到成個機頭出現咗咁大嘅故障啦。建議咧，如果係揸開呢啲本田 1.5T 發動機嘅車主啊，勤啲保養。按照原廠設定嘅5000公里保養一次，千祈唔好揸過19000幾公里搞個保養啊！咁樣就分分鐘瀨嘢啦，又幫助我哋做生意，多謝。咁而家個機頭咧，我哋就已經全部寫好晒啦，已經搞好噶啦，準備安裝，接落嚟交俾我哋師傅。